食饼，食月饼。中秋节晓啦。哎呀。哦，啊啦，要去烘吧。要去烘吧。收月娘。啊，你知影月娘的表面是看起来是安那？啊，就是一空一徛安尼啊。一空有作物无？袅袅空空无啊。无啊，无作物啦。啊，你知影咱地球的表面啊，嘛有一个所在是甲月球顶悬的迄种地形共款的。是高速公路出的时阵有看到，有看过。是啥物所在？迄敢若是台南还是高雄？哎，高雄的啥物所在？高雄吗？高雄的餐寮。是餐寮。是餐寮。迄个所在是餐寮哦。华语讲月世界，啊，台语呢嘛会使讲月球路。啊，已经月球路。月球路，餐寮这个所在呢，人讲是一个不三不四的所在。不三不四，哪安尼讲？不三是山，无伫山顶悬，嘛不四嘛无伫都市，嘛无市区，无山嘛无市区嘛无都市。对，是一个足特别的所在啦。啊，有一片叫二地的所在。二地。屋地。屋地。所以咱讲月世界地球路啦，地球路，这所在有啥物好耍的呢？等下你就知。对啊，去咱遮要耍啥物，我嘛想无呢。但是高雄就对啊啦。高雄你的气算小队个有2个高雄人拄好，对哦。啊，还有一个新朋友，嘉奎，甲宋哥，来哦，新朋友。来，你免跪哈，你头一摆来你啊，爱谁咯啦。第一摆来。第一摆。平常是演舞台剧嘛。舞台剧、电视、电影拢有安尼。就这公司的戏。这几档公司的戏拍不离啊济。啊，最近是毋是出迄舞台剧是？哦，对，阮后礼拜就开始演。会使宣传？袂使。你讲公司新朋友。你开张那先讲进来。没有人想交作业，没有人想交作业，在工种剧场6个直男大叔都在讲干话，很好笑。就趣味耶。对。欢迎奎哥。来，请坐。多谢。恁2个拢是高雄人。我半个高雄人，我是国中甲母啊搬去高雄，高中了就离开，所以讲头拄甲宋哥在开讲，我发现我什么物件、什么所在拢不熟悉。拢唔知哦，伊问我带倒，我甲伊讲，啊伊敢若拢无了解，拢唔知我就敷衍，我就安尼吼。嘿，啊结果啥物拢唔知。所以真正是来宣传的，新公司的嘛，来食物件的啦。你是讲对的嘞，我讲对的嘞。餐寮有去过。野手应该算经过嘛算有啦，但是无啥有印象。迄毋是高速公路出来的时阵，对嘛吼？对啊，你会敢若像外太空安尼啊？因为之前阮妈妈的娘家伫咧台南，啊细汉的时阵，阮爸爸要带阮倒去台南的时阵，拢会经过。啊头一遍的时阵，我足惊的，因为迄雄安尼高速公路隧道出来。你是要带我去倒位，那会变甲安尼？因为种光秃秃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感觉足奇怪。嘿，啊，这个所在呢，其实是足趣味的一个所在。啊，专家带路就爱找我的导览先生。我的导览先生呢是一个老师。啊，伊教册方式足无共哦，伊介意带学生啊，用双卡、用料理的方式熟悉这片土地。啊，伊是一个足爱故乡的人。啊，放假的时阵，伊就带游客啊去餐寮啊、踅街啊，带团已经超过20年啊。啊，大家拢讲伊是餐寮上敖讲故事的导览员咯。欢迎我的二弟老师丁姐。丁姐，来，咱讲咱的餐寮的土咸，餐寮的水咸，咱住伫遮的人，骨力搁勤俭，我就是迄个上骨力搁上勤俭的丁淑珍，丁姐，大家好，欢迎丁姐，来请坐。
搁来搁空听，空听，所以你当田寮做老师哦。哦嘛，唔是啦，袂使安尼讲。我只是吼对咱地方有足多的想法。我伫即个社区大学带一门课，叫大手小手，食农趣，就是从咱遮的物件，在咱二地好物件，即种所在的物件来甲大家展示出来，安尼，互大家了解讲即种特殊的地质栽出来物件，真正无共款安尼。迄个地质我都种物件。是啊，就是安尼，所以大家去拢干那看到风景尔，毋知影讲咱遮真正有好食的物件。即个物件伊的特殊的口味，哇，我一定爱甲大家介绍出来。迄个美国 CNN 啊，这拢有报道咧，这已经强力推荐。搁有咱即个啥，迄个澳门啊、香港遮的人。高雄第一要去的地方就是月世界，你竟然唔捌听？我高雄人，我完全唔知。我真正你大新闻，你都唔知影。我旅游节目的人，我嘛捌听过这呢。第一名呢？有影无影啦？这个他阿伯讲的吗？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台湾水的所在足侪，这所在是数一数二特别的。而且一定足介意家己的故乡的。是啊。伊带团带20年，还佫袂仙呢。我组团组20年，敢若看到仙，够仙的啦！后一集要阁看着，收着嘛仙。谁气死？咱你嘛知影囡仔拢安尼啊，出去外口，就含咱的故乡失去连结啊，有无？对啊，我尾啊，因为有厝内有代志，妈妈无伫的，我回到我的故乡，我发现讲，哎呀。真正是互我足艰苦的，以前的时代，含我转去，这差几十年尔，规个拢无共。我算讲咱伫外口捌行过啦，所以当下咱感觉讲，真正爱做一寡代志，无良心的过袂去安尼啊。一做20几年啦。是安尼。哦，到底是啥物故事会使互咱丁姊安尼一做20几年拢袂仙？做伙来听看，好不？来，有请丁姊啊。好，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带大家今仔日要来去漫步月球，来去月世界佚佗。对我来。月世界，哎呦，你就是这啦，就是这啦。咱看到这片白茫茫的土地，你第一个想到的是啥物？月球。搁想到咱鱼哥出来啊，有恐龙啊，有成吼，伊这山脊吼，这山脊有成迄恐龙的背脊吼，对，你看到这张图呢，就是咱月世界吼地质公园内底吼，上内底这个叫后山老井这个位，才有一步道吼，嘿，这个所在呢，伊就是月世界伫咱的月球路隔壁，月球路到遮有一个游客中心，到遮甲落车就是到月世界咯。嘿，规个田寮八成的土地拢是这种地。阮遐个人呢，恁国语叫做二地泥岩，对无？二地泥岩，英语叫做 Belen， 阮的地在地，阮叫做海银土，海内面浮出来银色的土，是毋是安尼？海银土，海银哦，嘿，银色的银，海银土。隔壁庄吼，讲恁遐因叫做白芳坪，即个迄落，隔壁庄吼，即个梁家遐因叫做。白线土，白二地。白二纪片，白二。反正不管如何，拢是介绍讲这种土，伊就是讲伊咸地，搁歹种做，一群拢拢安尼白茫茫的。毋过这种地伫遮，伊虽然是一种对阮足无友善的土地，毋过伊保留这个风景落来了后呢，变成讲足。地方足重要的观光的资源，嘿，伊日时会当到遮行路以外，暗时你看伊夜景无？这就是伫路边尔，高速公路落来3分钟，就到遮，到阮的月世界的风景区遮。暗时呢，伊拍灯拍到10点，这灯呢拍伫咱这山顶面呢，伫遮头前有一个志宏祠，这边有一个湖吼，
啊，会形成迄种咱讲的倒覆式的景观。哦，伊个景色安尼映下来，非常的水。晚上呢，咱会当到遮散步到10点哦，足罗曼蒂克的啦。这较早无拍灯吼，这是最近才有的吧？哦，已经拍足侪年啊！拍足侪年啊！嘿，已经拍足侪年啊！以前这片吼，月世界遮以前吼是一个足重要的风景区。尾啊荒废了，这土吼，这个湖淤积起来，揭开了后呢，啊，这片拢较荒废啦。吼，伫民国100年有登去整理，哇，这步道真拢足好行的，嘿，非常好行，行一年嘛，到1点钟尔，啊，你会当深入这种泥岩的地形，有够好的。好，安尼。所以伊位头到尾拢生安尼的对。对，都是一片拢安尼，这真是世界的这种吼地质的奇迹。哦，好，啊，咱来介绍哦。你看到这个图，这就是咱的近照啦，较近的有无？啊，咱近甲看，你有看到这种图有无？一栏一栏哦，一栏，足像吼，足像鳞片有无？对，足像鳞片有无？阮拢讲，因为阮遮吼有全世界密度哦，全世界密度上侪穿山甲，伫即个位。哦，有穿山甲，这就是穿山甲有无？咱讲哪里的鳞片，嘿，哪里的鳞片。啊，这种土的特色就是出伊落雨的时阵，足黏的，因为伊的质地足细密的，伊就是粉尘土啊。咱的粉，空气中飘了迄种粉尘土，伊就是溪内面的粉尘土。啊，所以吼，去海里面堆积落啊，吼，伊足细密的，伊拄着水，伊就会，咱是有溶解迄种感觉。啊，毋过伊拄着日头甲拍，伊会足定的，因为伊的密度，伊的逐个颗粒的聚集足暗的，啊，伊就变成足定的。啊，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出日点，落雨黏。出去就踮你的骹嘛，啊落雨嘛踮你的骹，嘿，啊踮规双骹，啊毋好跋落去吼，咧看平骹，等下恁阿爸爸哦。好，啊咱看了知影即种图，咸搁黏，伊伫山顶流落啊，伊会累积迄个咸度，伫咱咧山谷内面，就是山谷内面，阮会种植。啊，因为呢，无水通好灌溉有无？搁渴，啊搁干。啊，所以阮的植物呢，生得会很慢哦，很慢啊，长得很慢，不是很慢的迄哦，长得很慢，很慢，嘿，真慢，吼啊，然后呢，伊累积内面的营养，甲伊的甜度拢足悬呢。啊，你有想到讲物件在伫咸土顶面，伊会发解开，迄种口感会啥物滋味无？就像咱咧食西瓜，佮抹盐有无？哦，足甜无？嘿，咸甜有无？伊的甜度会搁去互你搁加提升开。阮遐上有名的啊，有2项水果，毋免水灌都会足好食。第一就是蜜椒，芭蕉，底啊迄有无？哦，够好食！你若去遐吼，你一定毋好错过。啊，因为咱的物件无济，无足有名，啊嘛无家己品牌，无法度用品牌来行销。食内行的，行啊来食有安尼吼。啊，第2项呢？第2项你有看到啊？现酱是有诶，山野，啊，你就讲山野毋是芳疗的上好食，啊，芳疗的伊是上有名是爱文哦，啊，阮玉井遐有名搁别项，阮餐疗即个有名伫遮，我有摕来一定有通食的。真正是即个屋地洗出来的。对，阮这边吼海银头发出来的物件。你讲有参盐的感觉？你食看觅，芳讲过，食看觅，迄个感觉。足芳。这袂当做食，爱取对试食。恁食了，恁哦，第一恁感觉食水果咧，感觉第一足甜，足甜的咧。啊，第2足香，足香。啊，恁就感觉后壁有一个尾韵无？酸味啊，酸味 ，QQ 伫后壁，佮有一下尾韵足长。会生喙烂呢。哈，对，只要佢讲的无毋对，就是青喙烂迄个感觉。所以阮伫外口食物件，阮就讲，比如讲食恁的芭乐，还是食恁的物件，阮讲，哎呀，足甜。啊，后壁我毋知要安甲你形容，你敢知影？毋知要安甲恁讲，阮的后壁就是有一种尾韵，有无？愈食愈煞脆。迄个尾韵我是无食出，但是即个口感我是感觉，因为你讲伊生长较慢，所以安尼豆洗，所以伊迄个肉是感觉较 Q。嘿，有 Q 度。嘿，有 Q 度。嘿，啊，食你安尼感觉讲一喙搁煞一喙。对。我若是要去菜市仔买。餐料生的山啊，我要安怎拣？
我看你吼去田寮找宅配好啊，产地直送是。嘿啦，产地直送啦，嘿，你唔好去菜市啊买啦，我实在无法度甲你讲，我你买有关的田寮物件，物件真正足少的，这种物件真正足特殊的。因为你咧发足慢的，所以无法度大量。啊，而且伊的产地足少的，伊伫咧山沟内面，你要生偌济物件有限，嘿，所以讲伊的物件都是安尼又稀少。啊，搁好食！啊，阮田寮人大部分哦，甚至就是我家己栽的，我的开心果园生出来的，迄是我的啊。所以阮遮人就是拢食家己的物件，啊，食了呢，真正拢歹喙斗，食别人的袂介哈安尼。好，来看咱的一个足重要的，这条溪呢，足有名的，以前叫做台湾黑龙江二人溪，有无？二人溪，哦，阮。顶游呢，就是对内门出来，啊，经过阮田寮，啊，甲对即个家庭入海，啊，即个二人溪吼，入来阮田寮的时阵吼，伊经过咱即种二地泥岩，就是咱这海银土地，啊，即种海银土地吼，我拄有讲过，拄着水吼，伊会先豆腐安尼，一直溶解迄种感觉。二人溪二站行溪，阮叫二站行溪，伊对咱田寮入来时阵吼，伊经过即种泥岩地有无？伊咧流吼，伊袂顺顺啊流，伊会安尼先一只活龙安尼，因为伊到即个所在，伊冲的个所在就较软嘛，吼啊来到遮伊冲遮较软，啊所以伊吼拢定定形成这叫做曲流，伊遮冲啊这边冲，伊有一天伊就会对遮拢啊通过，即个颔棍遐度截弯曲直。家己掠得去啊！溪同安尼流过对无？对。啊，即个弯遮流开，伊遮是毋是有流到有嘛是安尼？较低伊有湖水嘛，变湖水。对。吼啊，所以即个所在就按咱地质上有名的牛二湖。牛打湖，牛迄个打。哦。弯弯翘翘啊！迄个牛打湖，翘翘迄个牛打湖。吼，伊即个形成牛二湖牛打湖。哎，这个地质上吼，拢是足好的种教学的所在，啊，所以那上地理课咧。对啊，叫啥物湖？叫啥物湖？牛二湖。啊，台语。牛打湖，对，无对。咱遮吼，咱遮是地质工程非常爱，咱是遮是咱遮台湾第9个地质工程，吼，就是即个位。嘿，啊来遮吼，你会看到足侪地理环境足水的，后介意的人会当好遐来去遮趣味研究一下。好，咱讲完咱遮吼，咱过来讲一个秘境。你有看你某无？无吼，这是世界吼足少有的这种地质，伫阮遮吼有几啊十个，大细，大的有吼，甚一个鼻啊遐大，小的甚至像喷泥洞有哦，甲一个。10块钱的钱币这么小安尼，所以阮遮这种地形足多的。国语咱讲吼，啊做迄个啥物啊，泥火山，啊咱台语要哪叫做滚水木啊？滚水木啊！啊，伊有像迄滚水煮滚无？无滚水木啊安尼。滚水木啊！啊，为虾米即个所在形成会有即种物件的现象呢？啊，因为遮吼拄啊好有一个差不多4000公尺深的即种泥岩。咱即种白线图啊，拄啊好下面是毋是拄啊有迄个咱的水啊，有迄个地下水流过。啊嘛拄啊好下面拄啊有迄种咱的天然气。啊天然气表示啥物？有压力。啊嘛拄啊好遮都有一个坑有壁裂有无？裂缝伊对遮出来，呢就形成这个地质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我正甲大家讲者大家要，你认为伊的水是烧的啊冷的？烧的啊，滚水无烧的，滚水无啊，烧的无啊，恁拄仔摇唔对呢，这是冷的。因为阮的流过的水吼，伊毋是温泉，啊，所以讲伊出来，伊即个吼摸起来即种吼，你甲摸是冷的。所以伊是冷泉。对，是冷。啊，你会使一个人浸入内底无？啊，浸了可能吼7日后啊找无你，你敢知？因为足深。是深的哦。足深的就对。伊足深，伊来自有哦，可能是1000公尺、2000公尺，我唔知影啊，我唔知影伊对起来啊。这伫个月世界地景公园对面吼，行路你头3分钟行过，你都4、5分钟，你都当找到这个啊。伫电脑内面，咱有遮尔好的环境啊，遮尔好的全世界的地质，咱竟然拢无足认真去甲伊
发挥出来安尼。介绍了，足侪人拢有听。今嘛拢知啊。啊，这落雨天，安尼，敢会行进？若是要去算时，都拄着落雨了。咱唔好行去要坐啊，唔是落雨天尔，平常时嘛唔好行个，咱倒边仔看就好啊，倒边仔看就好啊，嘿。因为落落足深的啦，七工了，天光秀，大家天气也足深的。好，咱吼拄啊，咱有介绍咱的环境，啊，加咱的地质，啊，咱暂时我出2个题目哦。好来，要考试啊，来考哦。啊，咱拄有讲食着咱的农产品啊，啊，恁有想着讲咱的公山羊肉，咱大家拢捌听过公山羊肉，是足有名的。啊，伊有啥物关系？伊公山羊肉就是来自阮田寮的放山羊，啊，伊的好食，就是因为伊伫遐拢食土。食土？嘿，阮的放山羊拢食土，啊，这样是咱的题目，就是讲为什么伊为什么食土，伊会造成伊的肉是足好的。食土，食土，这就是恁遐的土就对啦，足油的呢。嘿，足像碰粉吼。碰粉阿嬷的碰粉啊。嘿，所以你讲公山的羊啊是恁遐饲的。对。啊，恁遐羊啊拢食这土。对。啊，为什么要食这个土？食这个土，因为内底有盐嘛。对无？啊盐，你看迄肉安那会好食，就是讲有当时你甲生起来的时阵，哎，伊会搁愈甜啊，爱就哪食哪甲伊肉生起来安尼嘛。木乃伊的概念就对啊。我的时阵就未雨绸缪啊。对，我一定会变好食，我一定会变好食。好，宋哥，你有看没？我感觉应该是土内底有啥物特殊的、啥物矿物质之类迄个物件。啊，伊食的了，应该是身体健康。对嘞，身体健康自然就好食。对，肉质就变好，是毋是安尼？你感觉咧？我感觉我袂药好啊，因为咸嘛，啊食迄土。啊，可能会刺激伊的肠胃蠕动，啊，就定定甲伊羊肉肚内较歹物件拢变做屎放了，所以伊内底只清气的，所以讲这种羊的内脏其实较好食。我感觉羊吼，拢已经洗落来，都已经准备互人食啦。真心重的，很懂事呢，很懂事，很懂事。咱要公布正确的答案了，为什么羊要食土呢？食土做消化，做消化。讲不是你有讲到，我讲到做消化，我太拢对。来，羊肉咯，羊敢有传？羊肉，我问你啊，敢有传？我嘛袂记记的呢。我等下好了丁暗底，安尼咱等者啦，等者啦，三个拢有巧哦。厉害，真有厉害呢！这题足侪人拢要无的。嘿，好，咱来讲出第2个题目。好，阮田寮除非放山羊以外呢，佮放足侪放山鸡，啊，所以阮遐有一个土鸡城。嘿，有一个土鸡城，20外间的土鸡城。好，咱的题目就是讲，有一项料理对阮迄个所在呢，去发展出来的料理，啊，咱要互大家要，迄种料理叫做啥物货？甲豆腐有关系，其实是豆腐。豆腐应该是起解用甲做成豆乳，啊豆乳才去滚迄个土鸡安尼。你就有创意耶！来，你想者，来，你想。豆腐应该甲黄豆有关系吧？敢会是会使种出袂歹的黄豆，因为黄豆嘛会使炖鸡肉嘛，嘛会使变豆腐啊。你甲食落，你真正甲我食落。啊，无你啊。好来哦。也是讲甲头拄相共，那羊食土啊，鸡就食豆腐安尼。食豆腐？鸡食豆腐。食豆腐。啊，所以讲伊拢足好命，拢食豆腐，啊，迄鸡肉就足好食，足贵安尼。安尼一只要1万外块。老师无传羊传鸡，我知影好啦。老师感觉咱这3个拢是料理大师哦，这种拢会当佫创造出足侪种料理。是吼，真有创意的。到底是啥物呢？
岛够厉害呢，容易打呼一块。真正是道路鸡，道路道路鸡道路鸡，穿出来，传传。妹妹啊，哦，这是哦。来，你今仔日无讲你有化妆哦，你长无化妆，今仔有化妆哦。昨天有化妆。昨天有戴眼镜。哦，真的，伊知影，不过旁这道路计起来，你有挂眼型的嘛？稳型的。有。啊，今仔头毛那看起来都较顺哦。没有哎，昨天护发昨天没有洗头。长无洗头，啊，但是今仔都起来特别有个洗头。本来就应该要洗头。没关系，我也不喜欢洗头，马紧。真水呢，水个，这个新的工作生啦。你好。系啊，后盖要做艺人嘛吼。没有。无呀，啊你无你客来阮食，好不好？哎，老师做起来，食。咱的工读生以后来咱的节目应征，拢爱准备爱就电视吼。电视啊。哦，老师来讲。你用。道路鸡。嘿。啊，那好食无？因为迄道路有生过，我有迄种生过，哎，较甜的气味。是。咱以前拢知影咸酥鸡，都是八底鸡演变来的。你食？啊，阮遐都是甲伊改良，对咸以前咱家知影有咸酥鸡嘛，啊对咸酥鸡甲改良，慢慢啊加，就做出一个道路鸡。啊，所以你伫外口看到道路鸡，伊头前做爱写的月世界道路鸡，迄就是对月世界才演变出来。是。阮在地特别料理去爱点即个。吼，啊当场煎的，迄种香气阁愈好啦。嘿，啊，咱带来寿元盆，阮已经尽力啊。吼，嘿，我起来，嘿，我已经尽力保存来。谢谢，感谢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你去倒位？谢谢，我是讲来，愈来愈水，愈来愈水。是啦，伊想讲爱徛偌久哈。对，好，这拢爱甲迄个现场才有通食。对。包括你的农作物嘛是种足少的。对，无济，嘿，所以讲，吼，会当来阮遐月世界遐佚佗，食阮好食的肉，吼，啊，食阮好食的农作物安尼，咱的吼水果安尼，拢足好食的。安尼我今仔日导览就到遮啦，吼，啊，欢迎大家有闲，吼，啊来去阮遐，哈，来遐佚佗，啊来登陆月球，安尼。登陆月球，谢谢。登陆月球。是讲丁子啊，你淡遮倒咱20几年对无？你上希望看到田寮这个所在有啥物改变吗？心内敢有这个想法？我真正是有想法，啊，毋过袂晓，无法度讲，咱袂晓用喙去讲出迄个感觉。看到迄个环境，咱有迄个想法啦。啊，拄啊好吼，有一道，我拄啊迄个时阵去拄着严长寿老师吼，去遐演讲。啊，我拄啊去听迄个演讲吼，严长寿老师一句话，互我感动到我真啊吼，即世人后壁我世人拢咧做即件代志。伊讲吼，咱以早吼教育咱的囝时势，咱家饲育教育到足好，咱叫伊去市内发展。咱真吼爱做饼啊哦，在地的人，咱在地的父母爱甲咱地方顾好，互咱的囝儿会当转啊咱的故乡。即句话吼，对我来讲影响有够大的。我感觉讲，哎呀，我敢若讲咱的故乡没落去啊，咱为啥物毋家己来做即件代志呢？这就是我的心声啦。互囡仔转啊，希望讲伊会当转啊发展啊呢。所以这20几年来，你敢有成功啊？互囡仔转来故乡，为故乡做一寡代志。我有尽力啦，啊，别人的有成功无，我真正是无法度去出讲啦。啊，毋过咱家己的吼，咱是真正有乖囡仔转来啦。是恁囝还是查某囝？阮查某囝。查某囝。是，嘛是丁子的导览好朋友。囡仔有来。是，咱来欢迎屋地做事人阿婷。大家好，上少年的呢？你好，阿婷，你好。我先来送我们的书来这个台湾的地址。台湾屋
地鸡。哦，哇，这么高呢？这么高嘿，这你家己写的？无，有7个人做伙写的。哦，你嘛有写的对啊？我是其中一个。哇，哦，这本是去年摕到咱的。我甲你建议，就迄个字莫遮细吼。那是你的问题，那是你老花的问题。啊，你看不哩啊？你看就红的。会使较大的淡薄。可以练眼力。对，感谢你的礼物，欢迎阿姐。哇！啊，你做田，你是拢咧种啥物作物？吼，我一开始登去的时阵，我有栽番薯。种番薯。番薯，嘿对，因为较早的时阵，底下你要栽那个稻子啊。丢啊，吼，较歹栽。啊，较早就是咱遐个人拢会甲迄番薯栽伫迄宜林溪边啊。嘿，啊，所以一开始登去我有栽番薯，毋过即摆无啊啦。嘿，即摆无啊，你看我。小天啊！你本来你要种田，迄偌艰苦呢，是不是安尼？因为伊有别的人生规划，人生规划是因为有 baby 啊，所以就无种田呐。有借口啊，就对。你够听，你了谁听？你是不是无食到油肉？就是安尼。怎么介绍？你看遐。哎呦，啊内底有物件。唔啊，莫生气。但是我甲你讲，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讲啊，你到尾啊是安来转去你的故乡？因为你本身应该是读甲硕士，应该是会去外口拍拼才对嘛。因为我嘛是感觉讲，迄个所在真好啊，安尼农务就是变得很落后，真可惜啦。系啊，啊就看到妈妈伫遐伫做遮的工课，啊就觉得说嘛，真趣味，系啊，啊所以就一开始我就转去行遐的老人做照顾关怀据点的工课，啊就行遐老人安尼讲就发现讲，其实遐真正较早啦，有足侪足好佚佗的，因伫做遐的迄个石头。拢真趣味，即马看起来拢真趣味。较早无趣味啦，因是较早是做啊足艰苦的。艰苦的。啊，你看人艰苦，你就趣味。所以你想要互迄在地故事，互大家知影。对啦。像我今仔日就炸这黄麻来，这就是较早。啥物？黄麻。黄麻。你食一遍。哦，大家拢食，真是想着就是要食。卖老师卖，这是真正的藤条呢，藤条拍会听呢。这不是吗？无呢，不是哦。这支千里哦，千里。道具呢？道具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是要创啥？要抽签的呢？有作用的。嘿，互你摇看卖，这要创啥？摇看卖，嘿。我一摕我就知影，所有灵感拢走。什么物件？伊这较早你看，伊这车梅，伊这是软的，有无？那红酒顶悬的迄塔拉有无？哦，这是软的。所以你若暗时要看的时，你就是用这露水去。起码你讲较早，伊讲足艰苦，但是伊听足趣味。应该爱建一寡菌啊，有菌的所在，有菌的所在，这就是讲哦，这敢若牙线共款。哇，这是啥物用途？吼，安尼我来公布答案啦哦，吼，这是伫去卡层用的。人咧去卡层，你去卡层，这前期的这还未吃过，无？真正用过。无这还未用过。啊那边哪？所以林子啊，你真正捌用这去卡层过？唔捌呢。你行，我叫你去，我我知你行我。所以这到底要安怎去？我嘛唔知呢。我们都那个老人。今麦大家拢计做唔知要安怎。这物件你炸啦，你甲我讲你唔知，你个导览设计哪啊？你讲。还是因查某囡仔。还是因查某冒险。你问伊妈妈。你带大家咧导览，你啊，你要大家看。这较早就讲这叫西杯啦。西杯。啊，要安怎杯啊？啊就。哦，这样，甲伊挑起来，安尼会疼咧。无啦，应该是左右安尼啦。
哦，你舞台叫的，你舞台叫的来，互大家看到。你手一下。左右起来，差不多安尼啦。哦，可能凤是安尼是。甲去山谷内底，你讲安尼就对啊。安尼是。哦，这是麻骨啦，这是麻骨啦，伊是黄麻的皮裂开了，迄中迄个心。哦，中的心。摕转去，摕转去。去卡上小队。你讲这是骨。系骨，啊，伊个皮咧，伊个皮会使做啥？会当做丝啊，嘿，丝啊，伊个皮，对，麻丝啊，嘿，就是做安尼，对，你看，嘿，就是说做安尼。哦，啊，做诶，就袂长。较早的时阵吼，就是拢无塑胶，你还想看觅较早无塑胶嘛吼，啊，要用啥物物件来甲物件剥开，啊，干物件，吼，拢是爱用这啊。麻丝啊，嘿，啊你若买一只鱼啊，还是买一块肉，嘿，安尼甲剥开。啊，毋过你若是要剥较水的，你就爱甲这丝啊小甲卤哦、炼哦，安尼像这样子，嘿，对，这。哦，炼甲变安尼哦，会当炼甲变安尼？嘿，咱炼甲变安尼，你即马是安尼啊变安尼。你会晓做吗？今仔日就是要来甲大家示范这个。今仔日大家拢爱。体验者安那去做这个黄麻蛇啊？等一个考试吼，要来考我大家会晓练这蛇啊袂？啊，若是会晓练的人，等下当食咱的迄个好料的。哦，羊肉咯，羊肉咯。好，安尼一条蛇啊，等下你摕着吼，啊，甲迄倒凹这样子弄一半，嘿，练的，小块练。啊，练的。练的，稍微弄圆一点。你讲安尼一条练一条那样。练者，嘿，安尼练者，嘿，练者，好，安尼来哦。好，啊，甲你的裤管卷起来，裤管卷起来。裤管卷起来。裤管。哦，用你的小腿哦。小腿。对，用骹腿。用骹腿。嘿。两条吗？哎，我这骹无开的拢扭起来，我这袂使啦。翻脸。两条做伙。我卡掉啪！天然除毛。就是安尼一直折，一直练，往下搓，往下搓，卷回来，放掉左手之后卷回来，试试看。较紧来看。再往上。有吗？能开吗？有行哈。哎，你这种难的呢，就困难呢。这块有行，我懂你。我看谁的比较像，谁的最像。哎，安尼有小块有行哦。等来，搁用做伙。嘿，搁练转来。哦。好，安尼你好子的迄个功力小块，我功力足悬的嘛。你看，你哪有这厉害啊？我跟你讲。哎，小块会使，有一点像。这闭关的倒，你知道？大腿。啊，用大腿。来，对，你用较悬，你这爱用较悬。我跟你讲，你这大腿，这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用大腿练，加我来评分一个，看相会当来食好食的料理，好不？无来看一下。奎哥腿都露成这样了。哎呀。啊，我的腿不适合。啊，无你讲评分一个，看相用料较好，好不好？这好料就好食。来评一下，来评分一下，你看。咱是共队啊，我不参与。咱爱叫我车无？我唔甘愿，太太，我唔甘愿。这位太太会使啊？哎，小可会使啦，袂歹。那阮三个，你讲评分一个相较好，啊，摕出来。爱看相会较干。摕家己的你。哎，我练好啊。哎，做饼，你拄只迄条。来顶一下看一下。我大家拢足认真啊啦。你这个差不多啦。系啊，好啦，我坦白讲，我安尼练吼，我安尼用嘛是20年才，小可干的尔，系啊。10分钟做到安尼已经就厉害，系安尼就厉害啊，安尼大家拢有通食。系安尼大家都。来，通食。牛肉咯。食好料，准备食好料，你爱甲伊
公布一下，你准备的好料是啥物款的好料？是恁我准备的这个物件哦，即马你伫外口是食袂到的，是咱较早足久之前哦，恁伫遐那个二地生活筚路蓝缕。哦，筚路蓝缕，对，所以迄阵才食会到物件，即马外口是买袂到的哦。买袂到的哦。好，安尼我来公布哦。1、2、3。哇！就好食的。恁的羊肉哪是这些？这是啥货？你甲我讲。羊血。重点那是毋是伫遐啦？伊讲这是羊血啦，羊腩血啦，敢是安尼？就是重点是这款啦。哎呦，食好料，食好这咱料。大位拢会当摕。这是小芋头啦，小芋头背蚵啊，蚵啊，蚵已经背过啦。还几个种蚵啊？无蚵啊，共人买啦。共买。咱在地知的，嘿，咱在地人知的。这咧，这是笋酱。笋酱，这笋子就是咱遐的市场遐落做的啦。啊，起码迄阵就是用这笋酱，啊配饭啦，配蚵仔啦，吼配蚵咸安尼就是安尼伫食饭尔，就简单的，最简单的配咸安尼尔。对。所以这是恁家己用的就对。对，这笋酱吼，以早庄卡人上好的料理就做啊，煮一个鱼汤，吼啊温一个酱料，吼。安尼，来安尼伫蒜头内底，嘿，啊，这放一撮啦吼，姜还是姜，嘿，哦，啊，伊笋啊，安尼尔拢无放啥物。笋啊，你甲洗甲伊全变安尼，敢若豆腐安尼哦。嘿，对，安尼。伊迄纤维哪会无去？嘿，就是安尼嫩去有哦，啊，这就是咱古早吼，已经是上好的料理咯。啊，咱进来甲回味一下，好，安尼啊来甲温看卖。温迄小芋头。笋啊，洗甲会扬去呢。对。那种旺来的味啊！是旺来笋酱对吧？是笋酱干呀，干那笋呀，对，旺来。来试看，来，主要是迄个酱料啦哈。主要是酱料。好哦，多谢。你食，我等你话。跟他笑死。很开胃耶，其实很开胃。咸甜的味吼。夏天有人食这多好。就清爽诶。对啊，较早食安尼，其实即马食起来袂歹吼。袂歹。有种简单的幸福的。我介意。这我嘛介意呢。就简单吼。啊，迄咸嘛袂讲先咸，咸一个伊会搁回甘，对无？啊，你有人泡淡薄泡剂哦。无，拢无。干那笋啊尔。嘿。哦，遮厉害的。笋啊，啊，加一寡迄豆腐，嘿，豆豉安尼尔。味足丰富。足丰富。这就是古早以前上好的，搁是蚵酱啊，就是这。哦。啊，咱蚵仔吼，咱若安尼买一撮啦，小芋头炖啊。真的开胃，脆软一点安尼老。开白。开鼻，真赞的体验，好食，介意。所以咱今仔日咱听到这个月世界这个导览的内容，到底有想要去无？有无？恁感觉？我想要去行一点钟看嘛，因为我高雄人，从来拢无去过，我感觉可惜。啊，反正食了后，搁会使去食羊肉哦。你唔是要食我？对，拢爱食。啊你咧？我想要去啊！我记我较早应该有看过迄阵。讲个是做房啊，应该是赛车经过时阵看到大房啊，讲欢迎来到月世界，敢有看过？啊，无去过，带阮老母去。安尼好，你若真正要去这个月世界吼，你要有一个装扮，你袂使凊彩去。月世界，迄就敢若去月球的，对啊，迄个所在啊，要去月球你安那？来。这什么？咱若真正想要去的时阵，咱就甲咱的鸡头毛递起哩，啊，咱就大声话讲，我要代替月球甲你请我。我敢会使这种？袂使，这伊的，到底有想要去无？好啦1、2、3。这是咩底啊？安尼。其实你很适合哎，你就想了。
到迄个舞台剧，你就知啊。长虹啊！我想要去无？那我要代替月娘甲你生活。就会出话听，为这个。回来的。你记看。我拄则是顶着。